事情係咁樣嘅，前幾日佢叫我去佢屋企度坐下，於是佢叫佢老婆去買餸，準備煮飯。點知餸買咗翻嚟之後，佢發現有幾隻蝦係死咗，於是佢激到咧開口就鬧，話你用我嘅食我嘅，日日養住你，點解買餐餸翻嚟都買到幾隻死蝦咧？佢老婆好嬲，覺得好冇面，於是衝咗入房，連飯都冇煮。我當時就勸我呢個朋友，我話你唔好咁樣講你老婆啦，兩個人喺埋一齊係唔容易，百世才修得同船渡啊！絕對唔係要相愛相殺啊嘛！呢個時候佢竟然仲回我一句：唉，我都唔知點解當日會睇中佢。我聽完之後，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冇得救，搞到全世界都好似欠佢一樣。呢邊喺度傷害緊個伴侶，而另外一邊就消耗緊自己。我感覺到佢連最基本愛一個人嘅能力都冇。最主要嘅就係佢連咁親密嘅愛人都可以因為咁少嘅事破口大罵，更何況我呢啲咁普通嘅朋友咧？你哋話我係咪應該同佢絕交？